风声讲，指挥官陈时中可能会参选台北市长，或者是桃园市长。若是陈时中真正去甲人选，安尼食要来接伊的位咧。上新的消息讲，执政团队认为专家小组的调集人张尚存是袂歹的人选。也毋过，民进党内有声音传出来，讲即摆疫情还阁真艰难，要调动指挥官实在无妥当。有4000人。下晡2点，看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，疫情是真侪民众惯习日常，毋过这个位置未来敢有可能换伊做？可能造成误解或对任何人可能造成的伤害表达歉意。年底选战伫要到啊，传出指挥官陈时中可能转战台北或者是桃园市长，安尼上来做秘副部长。传出可能的接班人包括前卫生署副署长李良庭、永和不分区立委区泰元。不过经过2年外防疫，执政团队认为，国内感染科的权威嘛是专家小组调集人张尚存是袂歹的人选，可能变做新的秘副部长。4409。来问本人无得到回应。最近国内疫情欠悬，传出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出手，希望稳调民众对防疫团队的信心。表面选战受到疫情影响，嘛希望挡过疫情高峰了后，陈时中会当卖做指挥官，变做连赢上强的人选。陈时中部长像是一个待退老兵的心态，每天是要数馒头吗？不太需要，也不太应该去把指挥官或卫福部长的工作去做轻易的调动了。指挥中心评估疫情高峰了后，上低点可能会伫7月底。只是即马疫情还咧拖，讲人选讲到陈时中，敢若连家己人嘛认为无啥适合，敢会当顺利换人，爱个观察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